开6500万的阿里山新林铁路列车复兴号，23在试车的时有出现败马意外。阿里山的林铁处昨昏是决定讲要暂停试车，讲会先要求厂商全面检查，找出问题，赶紧改善。 列车慢慢调到外口的火车顶悬，准备回厂检查。开6500万打造的阿里山林铁幸福汽列车复兴号，今年3月开始试车，暗过23第5摆试车的时阵，列车躲过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平高度无偌久，就败马了。还要再去讨论说，到底是路线还是车辆等综合原因造成因为一个出轨并不是单一原因所造成的。23摆败马有安全的问题，佮互人逼坑，车厢连接设计无好，互员工差点业上头。阿里山林铁处就讲非安全委员会初步会期败马甲沙包配重无平均，车架甲转向架部分空棚伤过细，败马路段规测表面伤过粗，这因素关系决定暂停试车。那一个会夹到的栏杆其实是我们要让旅客作为安全通道使用。那当然，后续为了确保我们员工的安全我们也会希望说，厂商能够做一些相关的改善。用2年外时间，更固估计布皮甲台湾高壳打造的复兴号被看作是国车国造的重要一部分。所伫的试车阶段状况真济，林铁处要求厂商做全面检查，所有缺失甲改善措施完成了后，才会恢复试车较无安全。记者综合报道。